好耐都冇嚟過呢威啦，今次嚟到就食翻個 K lunch，今日就10點零鐘嚟到啦，因為10點半鐘呢就會有湯飲嘅，啲湯好受歡迎㗎，出一陣就已經冇咗一大個啦。好在我都畢咗2碗翻去，味道上都 OK 㗎，都唔會太淡，亦都唔會太鹹，味道啱啱好。呢個係煙三文魚雜菜沙律，三文魚份量都唔少㗎，而且啲沙律菜份量都夠多㗎。煙三文魚食落口呢都有好有煙燻味，沙律菜亦都非常新鮮。另外叫咗鮮茄焗豬排意粉，番茄味十足㗎，都幾好食。呢個係玫瑰花茶，花茶都係第一次喺呢味道飲嘅啫，飲落去味道都幾清新，有啲玫瑰花嘅味道啦。另外仲有隻紅茶味，加埋個感覺都幾特別。擺翻個 K lunch 個 menu 喺度先，最平98蚊就有㗎啦。而家期間限定，仲有特別嘅茶飲添，而且仲有花茶，用2杯飲品加10蚊就可以有啦。另外仲有一啲小食套餐，又係期間限定。咁無酒精飲品就有呢啲啦。除咗無酒精飲品之外，仲有呢啲 cocktail 可以俾你選擇。如果頭先嗰啲唔啱，仲有呢啲韓國燒酒添。除咗 K lunch 之外，都有其他嘢食噶嘛。另外都有唔同嘅小食，而家仲多咗啲串燒添。